星火燎原。本節目只代表節目主持人及個別參與人士之個人意見。咁如果有睇 SMB.HK 咧，應該睇到有個 blog 咧，就叫做第一桶金。咁啊，第一桶金咧，如果有攆下去咧，都知道佢咧就憑住咧，你哋認為最難嗰樣嘢就係物業啦，去投資致富啊、上車啊、成啊嗰啲咧，佢基本上都係一個人版嚟。咁啊，今日好有幸咧，就請到 Anthony 上嚟啦，同我哋分享下佢點樣由負債變到揸住咁多個物業收租呢？即係點樣好似細胞分裂咁樣，1分2，2分4，4分8咁樣呢？咁啊上到嚟同大家分享下嘅。你好啊 Anthony。你好，火利心，你好，各位大家好。咁不如先介紹下你本書啊，因為呢排你都出咗本書，就係教人哋物業投資啊，係叫咩名呢？嗰本書咧就叫做《投資買樓賺錢筆記》，咁咧就係我同埋另外一個咧即係戰友咧就一人寫一半咁樣嘅。我嗰半咧就叫窮忙族買樓大翻身咁嘅。係嚇，因為咧就過去呢幾年咧，自己喺物業投資上面咧都行咗唔少嘅路，咁啊發覺咧好多年青人咧，因為對於買樓呢樣嘢都好驚啊，好驚同埋好多誤解啊咁樣。咁呢幾年都同佢哋交流咗好多，咁所以咧就將自己過去嘅古仔咧咁啊寫出嚟，咁啊話俾大家聽，其實有方法做，難係難嘅，不過咧。其實唔係冇方法嘅，係做得到嘅咁樣。係嗱，你啱啱你話其實有好多誤解咧，我都好想聽聽。你又接觸咗好多年輕人又好，總之香港人啦，即係上車又好，放棄咗上車都好。呢啲人佢哋對於樓嗰方面有啲乜嘢嘅誤解咧？通常非常多，好多誤解。最常見一樣呢，就係話上車咁啦。哇，上車好難喎，要攞成100幾200萬首期。其實邊鬼度使咁多首期啊？我舊年買一層樓俾細佬上車，100幾萬借9成嘅。今日佢係第一層樓啊，即係買俾佢。咁連埋首期，連埋雜費 click crack 都唔使20萬。就係咪真係咁難呢？原來因為好多人聽，哇係咩得嘅咩？原來咁樣可以嘅咩？咁其實真係有呢啲方法。咁呢個其中一樣。咁有啲又話可能哇要供好耐，好辛苦啊咁樣啦。咁佢又唔知道自己嘅人工原來係會不斷咁加，即係會向上升。咁但係供樓始終都係供咁多㗎嘛。咁係會越嚟越輕鬆㗎嘛。咁呢啲佢有好多嘢呢，佢哋都唔理解嘅其實。咁啊所以呢，就都好多誤解嘅。即係其實係心魔。即係人哋話俾佢聽好難，跟住佢自己就揾啲難處出嚟話俾自己聽係好難。係啊，最搞笑就咩呢？即係話好多人都話哇好貴啊，樓好貴啊咁樣，即係成日都咁講噶嘛。跟住話哦係咩好貴咩？咁你最近睇咗啲咩咁啊？跟住冇睇喎，咁冇睇你又知貴咁樣。咁佢可能佢睇報紙，個個話貴，佢就跟住話貴，跟住就放棄咗，咁變咗就 miss 咗好多機會其實。係啊，我遇到嘅同學，即係以前嘅同學啦，講嚟講去都係嗰樣嘢，過唔到自己心裡面嗰關。咁但係住始終都要住嘅，咁你即係一定要解決嘅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你到真係有需要住嘅時候，你咪供得起有笪鬆鬆動動咁樣，即係你唔好揾3萬蚊走去供10000蚊咯，你揾3萬蚊供4-5千或者俾多少少首期咯，閒時都有儲噶。如果你覺得貴嘅話，喂，買少2個袋咯，即係袋又買得起，樓又買唔起，咁其實好奇怪噶嘛。我都想知道呢，由你初即係買第一層樓啦，去到後邊啦，發現所有嘅租金都可以即係冚到晒你所有樓嘅供款。嗰陣時大概用咗幾耐到呢？嗰陣時應該係海嘯前。係，因為我自己有個自住單位，我就覺得供得好辛苦。咁我就諗緊辦法，有咩辦法可以供少啲樓？咁嗰陣時呢，我就諗咗個辦法出嚟，咁啊同啲朋友分享，跟住啲朋友話黐線嘅咁樣，黐線我話咩呢？我話供少啲樓嘅方法好簡單啫，咪買多2層樓咯。跟住個話黐線，跟住四散啊咁樣。嗰陣時呢，我又睇富爸爸嗰本書嘅，咁啊都即係吸收咗啲經驗啊。即係最主要就睇到原來即係租金收入呢係高過供款，咁你就有正現金流。其實每個正現金流即係加啲咁樣呢，咁其實去到某一個位呢，你就可以供嘅樓呢，個錢呢係少過你租金收入嘅，咁你就會係輕鬆好多咁樣。咁啊用咗大概由07年開始就一路買咗幾間，去到海嘯前大概2年時間，就砌咗個組合出嚟呢，就係唔需要供樓啦咁樣。哇，2年咋大佬，即係大家努力啲啊！真係，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買多2層樓咧，就可以令到咧供少啲樓，甚至乎唔使供樓。即係呢個，我覺得對於一啲未上車或者未做過生意人咧，都係難啲理解嘅呢一度。我記得我之前咧，我同自己間公司一啲主管級嘅人講咧，其實你請多啲人咧，雖然個成本增加，但係其實咧你係可以輕鬆啲同埋賺多啲錢。係好難明，我知道佢哋
其實好難明，其實係同一樣嘅，即係做生意又好，買樓又好，或者將來投資都好，股票都係嘅，即係你點樣可以收多啲息呢？原來就係抵押咗啲股份，再買多啲，再收翻多啲息。只要你冚到個利息嘅話，其實係多咗嘅。不過我都希望嗰啲80後明啦，唔知佢明唔明咧呢樣嘢？即係佢可能聽就會明，但係未做過咧就永遠都唔明。我啲朋友就四散咗，個話黐線咁就走咗。星火燎原。